走进名家欣赏名段。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名家名段节目，我是钱慧丽。今天我将继续为您介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金彩峰老师的唱腔继承袁雪峰、傅全香两位老师的流派特点，尤其在吐字润腔方面运用女子越剧鼻祖施银花的唱法，所以金老师的唱腔既有优美深沉的彩调腔，也有明朗欢快的四宫腔。和多变的唱腔一样，金老师的表演也是丰富多彩的。除了端庄贤淑的大青衣形象深入人心之外，他的花山、小花旦甚至于倒马旦都非常出彩。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让我们再一同来欣赏粤剧京派的魅力。为妻我到后有一比啥后来啊官人
女性，亦不是花生，他是这一种，我有必不完哟。既然知道她是你的女婿，我是华人，那么你为什么？为什么？什么呀？你为什么？啊？你为什么要爱了他？我为什么要爱他？爱他深爱女婿的道理呀！若不爱他弟弟，你为什么叫不成人呢？哎呀，他是你救了，你就做什么？他快到哪里去了？这顾大哥，难道为我的万般的丈夫听清了不成？对呀，你真是疼欠了我的丈夫。道不懂得是他的婚事的问题，已经几个万要我不给他上了你那不万如人也多呀。你不喜欢，我却喜欢他啊！他不天涯你的家中。既然知道他是殷家另类的亚宗，那么你为什么将女儿终身许配于他？这是你说我的旨意，为母我才。你怎么样？我准备把他放在我的眼里。你真不讲理呀！有你这样狠心的母亲，再生成我这个不讲道理的女儿。你大伯把你生的大，我用尽不把你命。你还有理吗你？你还有理？
娘亲，你娘儿，你难丧儿，娘啊娘，女儿真真丧亲啊娘。请你，我深深插在母女分两旁，女儿已发下红丝绢，我不发的知
娘啊娘，要真气，恳求娘亲人言，儿子想儿夫他意得亏呀去，就得功名登金榜。本是相逢亲亲女身上在就为金币暖我中今日一代朝中年
问将重情儿凡事有天，做自在。这一
情不这便是我的爱下下处处细细往外了我他嫂，哎呀我啊大嫂，亲家他想来面面啊子三三母不打把酒也要杀人笑，顿远去女儿去听他气味一笑，女婿听他嘿不表看起来三个马路里你还需要亲家去把亲家
提起这件事，说来话长。归乡台步。在地鸟头顶牛马虎，街坊后在中间天人梦，称恩惠，才知道心窝在间。小声暖，某地雨风雨出天来，婚儿10年丈夫死，女儿没帮。老公公，我累死了！老公公，我累死了！坐在人齐家堂，今朝等你秋光。
越剧京派艺术是在继承前辈艺术家艺术特点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新发展而逐步形成的。我们也衷心祝愿越剧艺术的百花园开出更多像京派艺术这样鲜艳夺目的花朵。亲爱的观众朋友，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彩峰老师和他的京派艺术，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啊，